第一出的表演题目是公婆公婆，表演开始，表演开始。公婆公婆，公不离婆，臣不离头。公婆公婆，从头草，从米粉。阿文妹，阿婶呢？阿姨，阿孙呢？上海一条桥。阿孙呢？行公爷公爷婆，天公爷爱去向公所，借书表扬。祝用上家，恭喜恭喜哦！安子说安子说，唔个事情，按公约，我去本乡中表扬啊！嘿阿公阿婆，岳父50周年。哇，很难得哦！50年是进步呢。结婚办杂司机，色彩无按改哦。阿婶呢，今有看过爷公爷婆演家么？哎哟，用我安用个问题呢？爱知道懂生气咩？阿爷，今眼问我，也哪次是熬到3万么？我呀，懂也没我呀。给就错了啊！牙齿如果咬到3万，公婆是唔会演噶。日头就打视频出来了。重点系要有 EQ。系啊，其他嘅时态，离婚率按高，做得天数50年，色彩无按改。确实有样，基本证书，张做得证明，强势一档面场，有合法无？唔过做唔得证明，两三年有实下么？大家讲系啊，唔系啊？纯洁嘅导演有道理哦。见到啲按用嘅判断，一男一女系两公婆啊。啊，爱弟，看见了项目有天数无啊？男朋友没会天数啊？给看准。实际题目记得就好了啊。按感觉唔是门。嘅按用办理啊，用木主看啊。假使什么嘅行路冲到天线的，哎呀，谁来又笑又名又怪，嘅记得绝对唔系公婆。哈？唔系公婆，嘅按用嘅，真系公婆啊？唔对，看哦。假使谁来开口就骂，你抢两黑毛，按开嘅天线都你看唔到，嘅记得绝对就系公婆。阿爷，真系会讲笑哦。好唔对讲哦，阿叔30太人诶，多见都还蛮搞到朋友。阿公就唱玩意啵，红旗小嘅朋友。嘅亚索希望用嘅对象啊，阿叔哦，爱弟，天气希望温柔台风，爱情当中共花有条理，错么？系呀，阿叔有讲，行外送得了台面，要行外食海天。